梁山伯一心要把英台放啊，英台放啊。你要书包下山岗，下山岗，下山岗。放映台上出现。奇怪，像恁艺校吼，我定定去看吼，我嘛是上爱看，就是迄个歌戏迄档。因为安怎呢？阮的歌戏的情楚就是安怎，阮拢无讲口白，拢是用唱的，用唱的落去，迄个词用唱的落去讲故事。啊，阮是拢扣重点安尼做，啊，但是阮故事有连，观众看有，爱做互看有，啊，搁唱念唱出来。阮较早无字幕的，哪有即摆有字幕通看？啊，唱到有观众听讲你咧唱啥？啊，无共甲电视无共款的，就是敢若讲吼，电视咱爱先录音，先录音，这是啊才对喙。迄是了后吼嘿，开始讲，开始即个我当来电视的时阵迄是伊啦，啊，若我是录音的啊。嘿，我来的时阵，中视迄个亲像讲台视当开播嘛，中视开播的时阵，迄拢做 live 的，拢做现场的嘛，现场唱的，毋对就毋对啊，你袂用的毋歹对，拖过。毋对你嘛爱互伊过啊。了后吼，即个电视改做即个录音，用配音的吼，声会较好，声较好，因为伫现场收音较差，会较歹。啊，先录音起来，啊，才摕来现场，拷贝现场，啊，才对喙来唱卡啦，安尼哦。毋过有一个歹处就是，你做到迄阵吼，戏剧做到迄阵，你情绪真苦，毋过你咧录音的时阵，你录无苦。迄戏看起来完全拢袂苦，你目屎安怎流，观众嘛看着袂感动。啊，即个现场的有一个临场感吼，你感觉讲你做到遐，你自然后讲场你就会哭，观众嘛会对你哭，哭迄个临场。我也是较爱做现场的。录音的爱有经验啦，爱有录经验。场啊，佮对喙的问题，有诶足含慢对喙。啊，若较巧的吼，若较干巧的，我较干巧。我嘛是啦。我著伊若歌还袂出来，我迄是干巧啦，迄是技巧啦。迄著等伊角还袂放诶，伊角要放啊吼，我喙著小可安尼开咧等开。啦。有时啊，我词毋对，比如讲你也是我吼，我会唱你，我会我再拽过来，我嘛捌啦。嘿啊，这就是有安尼的困难啦吼。按技巧啦。爱技巧啦，啊，即个电视吼，暗暝打来电视伊嘛较袂习惯，因为因舞蹈拢爱大动作嘛，阮是遮尔大，爱安尼才你镜头安尼尔，你若遮尔大两支啊，手定定走出来。就会讲，暗暝较细咧，较细咧，比较细咧，定定现场拢会定定听着，听着大母讲，暗暝啊，手毋通出镜，安尼嘛，手我毋通出。舞台大，我走惯势啊！你叫我安尼揪安尼，我就怪嘿啊你也知影啦，人啊伫遮啦，我就伫遮啦。嘿啊嘿啊，我会当体无啦，落。我有一遍上头一摆录电视，就是吼，韩信啦。啊，迄阵做陈聪明吼导演导的啦。头一工就甲我出外景啊，还袂进棚内就甲我出外景，我拢无经验哦。铺一节轨道尔，一节哦。伊讲一拍歌安尼唱过，好，我知好。啊，我着拢会比较足水的嘛，因为比的我着无袂惊嘛，甲唱我嘛袂惊。哦，伊着543二走，啊，着一句噗走出去啊。陈聪明伫镜头，啥物咧？啥物？我伫遮。迄就是嘛是逐项拢爱经验嘛，各行如隔山啦。啊，到即马大舞台又搁无共啊，完全无共。完全无共啊。大舞台就是爱唱艺行，动作爱大，吼。咱咧好水秀啊，电视嘛是拢安尼尔嘛。啊，你若大舞台就是爱安尼嘛。
遮尔对大，啊，无共什么款啊。比啊？咱若是电视，咱是敢若会伫遮尔，迄个范围伫遮安尼尔，看你的目睭尔。大舞台你爱安尼，反手安尼，会你安尼你看差偌济。电视是食感性，食表情，动作较无重，动感性作最重要。较无重要。较早吼，电视吼，我感觉讲，也是即个老戏较会吸引人。亲像中视开播，我甲刘青吼，就是即个东北虎点秋阳嘛吼。第二出就三八影台，迄就请假安尼，差不多规台湾拢时间到，就拢走伫电视骹。迄阵啊吼。无即个资讯嘛吼，大家拢会买家己讨相片嘛。即个刘老板吼真用心，伊着请2个助理吼，敢若咧甲我甲刘青画批，迄批拢咧一堆敢若山咧，安尼啊。伊着人啊写批来讲要问你安怎，要爱相片，伊会替你画批，替你寄相片安尼。有一摆就是特别节目，着听讲陈聪明老师着写一个现代三匹影台，嘛真趣味啦。伊唱现代歌，着讲迄个影台就是讲两家接影台，今年刚刚18岁，去美国留学3年4个月，忽然间。接到阮爸爸一张批，讲叫我转来赴同济，食同济宴，先早赴过年。阮要转来的时，娘兄送阮到飞机场坐飞机。当我有对伊讲起，我家有一个九妹，真美丽，要嫁互娘兄。做太太，约伊287，阮兜来。无疑阮爸爸无离开，将我嫁予迄个花花公主马文才。迄个马文才，人生做歹，唉，娘兄。你实在真害，哪会到即马也毋来？来咯！梁山伯从美国回来，黄英台呀，黄英台呀，下了飞机匆匆来，匆匆来，匆匆来。到你啊，就是即间，我来甲试电铃。我来开咯，我来开咯。哎哟，娘兄，你哪个即马才来啦？你是啥物人啊？我是英台呀。毋是，我会记英台，伫咧美国，甲我读同学。食是食同道，困是困密道。英台明明是一个乌毒裤，免爱是一个查某，也是你伫咧乌白讲。